中意金秋出遊嘅香港街坊，想打卡韓國頂流行業，唔想食難食嘅維持生命餐啊！11月4號韓國包機登場。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好多香港嘅老友記同我反映，依家市面上嘅韓國團睇嘅嘢同以前一樣，冇乜新意，食嘅嘢又敷衍，出行體驗大打折扣。嗱，今次11月4號韓國包機專屬香港嘅街坊，成架飛機都係我哋美味假期嘅貴賓啊！全部自己有，團費有幾多？我擺喺最後，大家記住睇落去咯。好，先講景點，韓國賞楓 No.1 嘅內藏山國立公園，韓國8大美景淡陽竹鹿苑、水杉林蔭道，漫遊全國最大嘅全州韓屋村，探索隱世秘境雞龍山古蹟慶基殿，仲有德壽宮韓國最長嘅吊橋龍309吊橋，滿地金黃嘅青瓦台銀杏大道，一次走晒啊！南北紅葉風景一次過睇盡啊！呢個景點你哋有冇去過呢？今次行程我哋唔會食啲普通餐，每一餐都安排咗當地特色嘅名廚料理，有啲乜嘢？嗱，聽住咯，有澎湃巨無霸、海鮮蒸汽鍋、自助火鍋、放題任飲任食，湯告老師都去打卡嘅乜嘢啊？米芝蓮推介嘅烤牛肉，仲有一餐炭燒極品韓牛，嗱，唔係講笑啊，牛香味啊濃郁到你真係未試過嘅。獨家福利，我哋仲喺首爾著名嘅食府叫做巨龜莊包晒成個宴會廳，舉辦一個美味假期嘅專屬晚宴去招呼大家。當然啦，唔係食嘢咁簡單啦，我哋仲邀請咗當地人氣女團現場助興，一路食飯一路睇表演，仲有現場抽獎啊！市面好難揾到同款安排啊！點解啊？因為呢個係我哋美味假期獨家包機嘅行程先至有嘅。住宿方面採用2+2嘅配置，咩叫2+2？2晚住喺全州，2晚住喺首爾嘅酒店，唔使晚晚都搬酒店啊！簡單嚟講，睇紅葉、食靚嘢、住舒適、特色表演，一次過滿足晒。團費只不過4999，仲有一啲筍嘢講俾你聽。而家早報名可以減800，同行優惠減200，兩種加埋嘅話就1000噶咯。想睇完整嘅行程，評論區留言韓國包機，我哋有專人發送行程俾你睇嘅。想報團打我哋嘅電話熱線26501628，更加可以去我哋各大分行門市查詢同報名啦。11月4號見。